好，各位大哥，又去到的士把住啦。今日去到呢一個嘅2024年嘅第六條啦。OK，咁第六條咧，你問翻我咧，佢嗰種出發咧，我相信咧未來嘅題型咧都會咁樣出嘅。OK，佢真係出得好好，即係呢一年入邊，我會見到咧，其實落到去佢嗰個題型咧，就係今年嘅大熱嚟㗎。OK，24年開始啊。OK，所以各位同學你真係要留意。首先第一樣嘢，其實過去嘅歷屆題目都會見到一樣嘢，其實講過好多次啦。抑制劑咧，其實落到真係考試稿入邊幾重視嘅嘢嚟嘅。所以咧，大家當你讀酶嗰時候咧，記得咧唔好淨係滴温度同埋 pH 值啊，讀多啲抑制劑入邊嗰個嘅機制啊。OK，咁啊當中入邊呢個 scenario 啦，哇出得咁好嘅，就係話啲豆入邊有澱粉酶有抑制劑，能夠預防到嗰個嘅昆蟲嘅喎。咁你見到佢出咧，就係話預防昆蟲，預防昆蟲啲咩咧？其實都唔講嘅。OK，咁啊當中入邊咧就啲同學仔咧就喺度討論啊，其實可唔可以咧喺人體入邊發揮作用啊？咁落到去控制嗰個嘅食物作為呢個補充劑啊咁樣，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就想減肥啦。OK，減肥都出過3年㗎啦，咁落到去咧試下咧抑制劑睇下又可唔可以幫到減肥啊嘛。OK，咁啊又有2個同學仔出嚟講啦，喂，咁落到去測試嗰啲豆嘅提取液，咁落到去我哋應該用飴啊，定係用呢個退液澱粉酶？咁第一題咧3分入邊咧就攞呢一個嘅0.93分，咁即係簡單嚟講，有好多同學其實攞0分。OK，咁啊當中入邊有同學梗係答到啦。OK，咁當中入邊咧成條題目係問緊你嗰個嘅 SBA 入邊嗰個概念嘅，而 SBA 嗰個概念入邊咧，其中一樣嘢叫做呢個 validity 個效度啊。OK，咁成件事如果我問你啦，喂，究竟如果我做呢個實驗嘅話，究竟我應該用邊一種酶能夠取得一個有效度嘅結論咧？咁樣樣，OK，嗱，你記住個問法，咩叫有效度咧？咁樣樣，OK，咁首先第一樣嘢，如果我要作出一個有效度嘅結論嘅話，即係簡單嚟講，我要重視嘅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嘅量度嘅方法，我要處理到嘅，即係簡單嚟講，我要改變一啲嘅 step 啦。第二件事，究竟有冇做對照啦？OK，個 control experiment 啦。咁第三件事就係儀器性個 accuracy 個準確度嘅問題，大家你要留意嘅。所以當中入邊咧，題目就問你喺度，首先第一樣嘢，好啦，參考消化過程，咁落到去1132嘛。OK，咁落到去，如果你係呢一個嘅澱粉酶嘅話，口腔有啦，個胰液會放呢個嘅澱粉酶啦。好啦，小腸度有碳水化合物酶啊嘛。如果我針對嘅話，就應該係個口啦，同埋個小腸個位置。咁當中入邊控制體重作為補充劑，咁邊度嘅酶個效度更高咧？即係度出嚟更加能夠揾到個真相咧。咁好明顯就係2啦。OK，咁點解咧？因為佢係負責小腸入邊消化澱粉。嗱，好簡單嘅，你聽完個答案之後非常之簡單，但係個問題你一定要知清楚咩叫效度。OK，咁落到你見到2、5年打後，我相信都會有好多，佢會問你有效嘅假設、有效嘅結論。但係你一定要知清楚咩叫效度先。OK，咁當中入邊而喺個小腸度大部分都係消化嗰個嘅澱粉，同埋結構性嘅小腸好長。OK，所以呢件事消化嘅時間就會較長。呢3分就係咁樣存取㗎啦。OK，個諗法就係咁啦。所以當中入邊，當你去做 DSE 試題嗰時候，書係要讀，但係個問題讀得你要針對個考評，咁你先能夠掌握到咧，其實嗰個答法嘅。咁呢一個咧就係第一題，大家你要留意嘅事項啦。咁跟住去到第二題啦，第二題咧就落到去咧就真係又要做實驗咯。OK，咁當中入邊做實驗有裝置1同埋裝置2啦。咁啊當中入邊有好多嘅一啲嘅物質你要落啦。OK，咁啊當中入邊咧有邊個位你要留意咧？咁樣樣1同埋2。當中入邊嘅分別咧就係豆子提取液啦，同埋其中有個位嘅唔同嘅地方就係水啦。即係簡單嚟講，其他嘢要一樣控制變項啦。但係點解唔落豆子提取液又要落水咧？咁樣咁而家個題目就係問你呢個關鍵位啦。咁記住一樣嘢，點解通常做實驗
會有兩個實驗嘅咧？咁樣樣，OK，咁啊通常一個係做對照啊嘛。咁落到去做對照嘅目的就係排除一啲影響實驗結果嘅變項，OK，直至到你希望能夠揾到自變項影響個應變項嘅。咁即係嗰個嘅 independent variable 點樣影響個 dependent variable 個諗法就係咁啫。OK，咁佢就問你，真係問你點樣加水㗎？OK，咁啊2分得0.53分攞到嘅啫，平均分。咁即係同學大部分都答唔到嘅。OK，咁首先第一樣嘢，兩個裝置個控制變項要一樣。OK，所以落到去用翻題目嘅資料。反應混合物相同嘅體積，第二件事，我涉及到煤嘅話，下邊呢一點先係難，下邊呢一點先係難。咁落到去，如果唔同 volume 嘅話，咁落到去煤同埋受質嘅 concentration 個濃度唔一樣嘅話，咁係會影響到成個消化嘅速率，呢一點先難。OK，所以當中入邊咧，其實嚟緊係問好多實驗題嘅，你要知清楚個實驗嘅原理，同埋你要知清楚個 control 個對照個諗法。所以點解無端端我會同你講個效度咧？成條題目入邊係真係問你實驗題。咁落到去，首先第一樣嘢，量度嗰個 step，OK，咁落到去用點樣度？第二件事要做好個對照，OK，咁你先能夠出到個有效嘅結論出嚟嘅，OK，所以當中入邊咧，你睇翻嗰個嘅個考評嘅話咧，第6題嘅話咧，第一題同埋落到去第2題都係欠佳，同學冇細緻去留意呢一樣嘢，同埋好簡單地作答。咁記住一樣嘢，理解個層面要去到呢個位咧，你先能夠做到條題目嘅。咁跟住去到第3條題目啦，OK。咁第3條題目嘅就係基本上就係翻炒題目嚟嘅。如果你有做過過去歷屆試題其中一條題目咧，就係呢一個嘅狼同埋呢一個嘅狗進化嗰條題目嘅話咧，其實當中入邊其中有一個答案咧，就係講話點樣去測定呢一個澱粉同埋嗰個轉做麥芽糖澱粉酶嗰個活性。咁當中入邊有2個方法啦，一係做典液測試，一係就做本納德測試啦。個寫法行文書寫已經係喺晒度㗎啦，OK。但係記住一樣嘢，其實而家嗰個出發就係咩咧？如果你繼續去度磚紅色沉澱物嘅生成量嘅話咧，例如度個重量嘅話咧，其實唔係太 accuracy， 個準確度唔係太高，OK。所以當中入邊我哋要改個 step。又或者用一啲新嘅量度方法，例如 calorimeter 比式計去量度，OK。所以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其實出題嗰個嘅形式嘅導向，尤其是喺實驗題入邊咧係變咗。而你會見到個答案入邊比式計入邊，你可以量度嗰個嘅嗰個液體個吸光度啊、透光度啊，咁落到去個光學密度啊，全部都係 calorimeter 要留意嘅嘢。所以如果你要温書嗰時候，其實你都要刻意留意翻呢方面嗰個嘅 SBA 嗰個進程嘅。咁呢一個咧就係第3題嘅分享啦。咁跟住繼續再落去，呢條題目都幾長，但係佢真係出得幾好嘅。咁而家咧就出翻幅圖俾你，就話俾你聽咧。澱粉酶隨着時間咧就會產生個產物嗰幅圖，咁跟住咧就叫你畫翻咧，如果加入提取液、豆子提取液嘅話，喺 T 嗰個範圍嘅話咧，嗰條線會點樣樣？咁好明顯個產物量咧就會跌落去，同埋個化學反應嘅速率咧都會咁樣隨之然跌落去，因為抑制啊嘛。咁基本上冇問題啦。但係去到 dot part 咧，你又真係要留意翻清楚嗰個嘅情況啦。咁 dot part 咧嘅第一題入邊咧，佢就話呢個咁嘅形式咧，同個教授去討論。個教授咧就同你講要改個 step 啦，因為要提升個效度啊嘛。OK，咁佢就問翻你體內做實驗，其實落到去係好過體外做實驗嘅。咁問翻你點解啊？咁樣嗱，1分攞0.31分，基本上幾難答嘅。嗱，點解咧？真真正正做嗰個嘅研究，我係好想睇下究竟能唔能夠控制到個體重啊嘛。所以其實照道理就應該係體內做實驗係好啲嘅，因為體內做實驗係真正模擬到體內嘅情況。但係體外做實驗嘅話咧，其實落到去個好處係咩咧？其實我就能夠控制到一啲
變項，尤其是嗰個嘅控制變項。OK，所以 that's why 點解好多時我哋會睇我做實驗呢？我哋想用控制變項嘅形式控制，而控制完之後揾到單一嘅自變項影響因變項或者應變項嘅關係。但係真實嚟講個效度咧唔係太高，所以真實嘅情況我哋真係要做嘅話咧，係要睇落做實驗。所以其實如果睇落做實驗係好過睇我去做實驗嘅，咁因為睇我做實驗唔能夠模擬到個真實情況。過去歷屆試題入邊其實係出過嘅，例如嗰個乳汁嘅問題，OK，咁落到其實係出過，類近睇外同睇內做實驗嘅。所以呢方面咧你就要留意翻清楚佢嗰個出題嗰個形式啦。而當中入邊教授建議係度呢一個嘅血糖水平嘅，OK， 血糖水平嘅。咁落到去叫你去比較對照組同埋實驗組嗰個嘅預測結果嘅啫。咁主要你要留意翻清楚咧，描述 data 入邊嗰個技巧就基本上冇問題㗎啦。例如上升較緩慢啊，或者上升嘅幅度啊，嗱，只係有啲字眼大家都要跟得到嘅，例如緩慢啦，例如幅度啦，呢啲字眼你要有嘅。咁而去到最後一題，其實基本上咧好多同學咧都答唔到嘅。點解咧？因為其實你唔明白個情景想做乜，即係簡單嚟講，佢點解一開頭講話係預防呢一個嘅昆蟲咧咁樣？咁佢就問翻你呢一種酶嘅抑制劑喺豆子入邊如何影響到嗰個昆蟲能夠預防到佢？個原因就係因為喺真實嘅情況，咦落到去原來我唔能夠消化嘅喎，咁我唔能夠消化嘅話，咁即係簡單嚟講，我攞唔到能量。嗱，記住考試局都幾重視能量嘅概念嘅，即係喺個食物鏈係攞能量嘅，暴食嘅概念係攞能量嘅。OK，所以喺個大自然入邊，咦我食咗你我都攞唔到能量嘅，咁我可以選擇係食其他食物，唔食嗰粒豆噶嘛。咁成件事個玩法就係咁啦。OK，咁落到去點樣可以做到控制體重嘅效果啊？你食咗之後攞唔到能量，但係你容易有嗰個嘅飽肚感喺度啊嘛。咁過去歷屆試題入邊，飽肚感呢件事好重要噶嘛。過去以前會考入邊出過呢個字噶嘛，所以 that's why 就可以作為呢一個嘅減肥控制體重嘅食物補充劑啦。好，咁希望咧你會見到咧13分鐘嘅分享，咁你見到的生biology咧喺呢一條入邊嘅講解入邊咧，完全去好透徹咁樣為大家去講解咗成件事，呢條題目出得好好，而當中入邊嚟緊出題嘅方向都會咁樣出嘅。所以咧，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咧，拍呢段影片咧，其實都用咗幾多時間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咧，請大家就可以俾個 like 啦，咁就落到去支持下。咁希望今日的生 biology 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去理解2024年嘅第6題啦。拜拜。